居高臨下咁望到北角區嘅城市景之餘，可以望到部分維港加埋九龍區嘅山脈。今日參觀呢個單位，除咗緊住之外，更加罕有咁有兩個浴室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如果要喺北角揾間兩房，其實一啲都唔難嘅。但係如果你想揾一個樓齡新啲，有兩房之餘仲有兩個浴室，加埋緊住嘅話，咁就好罕有啦。今日我哋嚟到曉峰，位於名園西街。由大門口進入客飯廳之後，可以見到雖然單位只有549尺，但係可以使用嘅空間一啲都唔會少。由於大門口係沒有玄關，所以令到空間更加實用，採光仲非常之充裕。喺露台除咗可以望到我哋北角區嘅景觀之外，如果再望過少少，可以望到部分維多利亞港加埋九龍區嘅山脈。而廚房係緊廚嘅設計，業主保養得非常之新淨。跟住嚟到浴室，除咗舒適嘅空間感之外，再加上乾濕分離嘅企缸。之後嚟到睡房，擺咗單人床之後，係絕對有空間可以擺埋衣櫃，可以嘅話可以使用埋窗台嘅部分。最後嚟到主人套房，房間上嘅空間可以安放到雙人床之後，可以安放到唔同嘅櫃，增加返收納空間。亦都可以幻想下每一日起身，你都可以望到一個咁靚嘅景觀。現時業主叫價係930萬。如果你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不妨嚟聯絡我嚟參觀呢個單位啦。